在地新闻，后来乡亲啊，明仔载开始，就是中秋4天的连假，除了食肉饼，真侪乡亲买烧酒、烘肉赏月娘。也毋过食烘肉这件代志爱准则咯。营养师的建议，这个烘肉会当采韩国式的食法，就是莫用熟胖，改用生菜来包肉。安尼较袂食到伤侪淀粉，上好嘛莫用热量真悬的烘肉酱，改用新香料，掺一点点豆油，安尼才袂月圆一个过，人嘛对咧圆动动。三层烘干的赤赤，看起来真好食款。中秋赏月烘肉一面不了，若想要避免食伤济一大箍，营养师推荐韩国式的食法。营养师建议用青菜取代吐司，加上一点大蒜，还有洋葱，加上一点点酱油取代烤肉酱，接着把肉包起来吃，最健康。放一些洋葱啦，或者是大蒜，来增加这个蔬菜，还有一些多酚类、类黄酮的成分，那避免致癌，那也可以增加膳食纤维。除了加食青菜，像一寡腌前鸡腿较厚、较歹烘的肉，嘛会先吹透了3、4分熟，再来烘，避免烘了臭火焦，产生致癌物。烘肉时，若是讲蒙烟散布，嘛要细致，因为这烟有可能会致癌。油脂可能会滴到这个木炭上面，那木炭上面它会冒烟，那这个烟就是多环芳香化合物，那也是致癌的物质。我们可以用铝箔纸把这些肉把它就是跟那个炭火的部分把它做一个阻隔。食过烘肉，嘛会使加食一寡维生素 C 较悬的水果，像芭乐、柚啊等等。抗氧化过使汽油解胃，避免月圆人嘛圆。